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上一集我哋講咗 neuroplasticity， 即係你個腦唔係固定死板，而係有能力改變、重新連接、重新學習嘅。咁你可能會問，知道個腦有得變又點啊？咁我應該點開始改變呢？答案係改變係由認知開始。你要改寫你嘅腦程式，第一步唔係硬塞啲正面金句入去，而係要先揾到你舊有嘅錯誤思維模式，清除佢哋，先可以寫新嘅入去。喺心理學入面，尤其係行為認知治療 （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） 入面，我哋叫呢啲舊程式做認知扭曲，即係一啲非理性、負面、成日重複出現嘅思維習慣。常見嘅幾種認知扭曲包括：一、全有或全無思維 ，nothing thinking。你覺得自己要完美，做唔到就等於徹底失敗，例如冇滿分就係唔夠好。二、災難化思維 catastrophism， 一出錯你就覺得世界末日，好似冇出路咁。例如今日開會表現差，我老細一定唔再信我。三、習得性無助戀 helplessness， 你可能曾經歷好多失敗，令你覺得做乜都冇用，無論再點努力，結果都唔會變。你會諗，我咁多年都咁樣，我冇得變噶啦。咁樣嘅信念會令你放棄揾出路，甚至唔敢再行一步。呢啲都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腦入面可能早就植入咗啲負面圖式 （negative schemas），由細到大一直話俾你聽，你唔得，世界唔公平，未來冇希望。但其實你個腦識得學，識得變，只係你未教佢點樣變。咁要點樣教佢變呢？我哋可以用一個叫做歸因方式 （attributional style） 嘅理論去理解。當你遇到負面事件，你會點解讀？有啲人會話，一定係我唔夠叻，我永遠都係咁失敗。呢種解釋方式會增加你對抑鬱嘅脆弱性，因為你將失敗歸因於內在係我自己問題，穩定，我永遠都係咁，全局咩範疇都一樣差。呢啲就係會令人越諗越 down 嘅三重曲目。點樣打破呢個迴圈？第一步，你要有意識咁覺察你嘅思維。當你下一次覺得失敗、覺得冇希望嘅時候，問下自己：我而家係咪用緊災難化思維？呢個念頭真係咁肯定？第二步，挑戰你嘅信念，例如我表現唔好，其實只係今次表現唔好，唔代表我永遠都做唔好。第三步，建立新思維程式。每一次你用理性嘅思維去取代原來嘅扭曲，就係你重新寫程式嘅時候，你個腦真係會記得，會強化新嘅連結，慢慢你就會變得唔同。總結一句，腦有得變，但你要肯睇清楚你舊有嘅念頭先。認知改變唔係諗正面啲就得，而係有意識、有方法、有練習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